我哋講一個咧專題文章入邊，講專題文章嘅時候咧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幾樣關鍵位嘅。我哋想攞高分咧，我哋一攞到實用文咧，首先睇究竟呢個實用文寫嘅主題，而即係咩咧？佢個主角究竟係想證明乜嘢？嗱，呢一度咧，我哋見到係講緊青少年夏令營。嗱，咁如果講環保意識，環保工作坊，咁一定係提升環保意識啦。如果呢度講軍事夏令營嘅話，不外乎提升佢嘅國民意識啦，或者對於國防嘅認識啦。咁所以你一睇到個題目咧，你要好清楚知道啦。我哋要論證嘅方向，基本上係按照呢個方向嘅。好，第二個步驟，我哋開始要睇究竟嘅題目入邊俾到啲乜嘢真實嘅資訊啦。喺呢度咧，我想大家留意幾樣嘢先，因為一般嚟講，我哋咧實用文入邊不外乎一定攞到分係，究竟今次嘅主題係乜嘢？呢個活動嘅目標究竟代表乜嘢？我哋要呼籲做啲乜嘢工作？咁呢幾方面咧，大家要非常之清晰留意嘅。哦，主題、目標、呼籲，跟住咧，我哋要執料啦，好似啲中藥鋪咁。一般嚟講咧，我哋唔係回應人哋觀點之前咧，我哋首先要諗到咧，一般嚟講咧，DSE 總係會有兩個活動俾你，但係兩個活動咧，佢會有4至6個細節嘅位嘅，即係話個活動入邊究竟包括乜嘢嘅分活動，OK？咁大家要引用啦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咧，如果你基本上咧揾齊呢啲元素嘅話，基本上咧你係合格邊緣啦。咁有乜嘢大家一定要留意，就係一定會有人提出意見。嗱，呢度有一個、兩個、第三個意見，大家留意下，因為大家要明白，我哋要回應同學意見或者回應人哋意見，通常實用文只係有兩段啫。咁點解會走出第三個咧？通常咧就係兩個反對意見，一個支持意見嘅，而支持意見係你可以平均分喺兩個我哋講嘅議論段入邊，OK，做翻正面嘅論述。嗱，呢度講完，大家應該冇問題。咁你好快速睇資料啦，係咪？禮賢書院將安排中五同學參與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。呢一個凡係有引號嘅，即刻抄落邊度？主題啦，OK，喺呢度即刻抄落去啦，OK，明白嗎？好，第二個咧，我哋睇睇有咩資訊先。活動引嚟同學嘅熱烈討論。嗱，一見到討論呢兩個字嘅話咧，咁我哋一定知道咧，背後我哋係要回應嘅。所以大家要敏感性下，我哋一定要回應同學嘅意見嘅。好，回應完唔係喎，回應完你識回應，頂多係攞 level two 啫。回應完之後，你一定要支持翻呢個活動嘅意啊。OK，咁我哋適合攞佢嘅宗旨啦。好，嚟到呢度，我哋見第二個咧，就係呢個身份。一講到呢個身份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個身份咧，係俾我哋咧係寫下款同埋喺第一段會出現嘅。OK，下款同第一段。OK，好，撰寫一條專題文章。嗱，文體出現啦。好啦，嚟到專題文章，我哋會知道專題文章有乜特性，就一定會有個標題。OK，嗱，公開考試入邊標題有一定嘅要求嘅。標題咧，佢不外乎一定要有你呢個活動咧嘅關鍵詞啦。呢度關鍵詞咧係乜嘢咧？就係軍事夏令營。咁呢個標題一定有嘅。OK，好啦，經常之前教過大家啦，我哋點樣咧可以談呢兩個字加喺成個標題上？青少夏令營的。好，嗱，呢度啊，佢話如何有助同學的國民質素，咁即係話呢一度咧成效啦，活動加成效啊嘛，係咪？談香城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的提升國民素質。
的成效。如果係咁咧，呢個咧唔係一個靚嘅標題，但係一定唔係扣分嘅標題。OK，明唔明白？咁啊，我哋好簡單啦。所以大家唔好忽略呢個題目，其實已經俾咗非常之充足嘅資訊，大家咧去攞足分嘅。OK，呢度大家一定要留意。四句圈。OK，係啊，好。跟住咧，佢話要說明咧呢個點樣去培養同學嘅意識國民意識，鼓勵佢哋參加夏令營活動。好啦，呢度鼓勵參加夏令營活動咧，就係結尾入邊，我哋要呼籲啦，係咪？結尾呼籲。嗱，一睇完呢度咧，其實每一條題目入邊咧已經有充足嘅資訊俾到大家。跟住大家睇咗啦，我哋係咪要抄目的㗎？一字不漏喎，唔好抄錯目的喎。主題唔好抄錯，目的都唔好抄錯。目的呢度啦吓，培養青對社會及國家承擔第一代。OK，有承擔一代呢度唔該，你要抄翻落第一段啦。跟住我哋係咪有兩個項目啊？呢度項目一擺喺第幾段啊？第二段、第三段。OK，分別有咩活動？四個活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呢四個活動咧，一定要抄足。好啦，如果抄足咗，呢度已經有3分啦，乘以2，6分。OK，成個內容入邊。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好清楚知道咧，我哋每一樣嘢都需要好仔細咁分析。嗱，你呢度咧，我想提醒大家吓，今年你哋畢業試入邊咧，我見好多12年班嘅同學咧，如果你成個閱讀材料空白一片嘅話咧，證明你係掌握唔到，好短時間之間咧係將寫作有用嘅資料提取。嗱，呢個係每個人都應該要做嘅嘢。好，嚟到呢度咧，我哋開始非常之要關注，因為題目咧係有同學提出唔同嘅議論，係咪？咁我哋亦都知道咧有3個回應啦。好，第一個我哋要回應嘅同學嘅觀點係乜嘢咧？佢作為中學生，沉重壓力啦，係咪？放鬆參加又參加，根本冇情休息。即係話第一個，我哋用自己關鍵詞去歸納嘅就係活動缺乏，令到我哋缺乏休息。OK，加重壓力。嗱，你要回應呢個觀點啦，係咪？第一個觀點。OK，第二個觀點係咩咧？我又唔係軍人，嘟，有咩好處咧？係咪？咁即係話乜嘢啊？我哋會講乜嘢啊？對學生冇用處。嗱，呢度咧我哋要回應嘅。OK，嗱，呢兩個都係我哋講嘅負面嘅，我哋要回應。好啦，第三個反而係一個正面喎。我哋樹立得啦，係咪？我哋有效咁樣反思國民教育嘅責任。OK，呢度係正面嘅，係啦，有助培養國民責任。好啦，嗱，呢幾樣嘢咧係需要大家咧睇完資料啊，非常之快咁樣用一個我哋講短語啊，我哋講呢個 terms 短語去將同學嘅觀點係整合嘅。嗱，一定要用短語喎，OK，因為呢個短語將來就係成為你實用文正文入邊寫作嘅中心句啦。國民責任